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平安。咱即碟来锻炼圣诗，圣诗214首。上帝慈悲无穷无尽。这首诗有6节，我大略甲看。第1节、第2节是表示上帝本性，第3节、第4节应该是人的本性，第5节甲第6节就是主耶稣救赎的恩典。咱即马做伙来读这首诗6节。6节我咧吟的时阵，我看歌词真深刻，因为伊做真大的反省，就是咱人罪恶真重。虽然咱已经反悔认罪，领受了主的救恩，但是魔鬼撒旦嘛是掌权，咱的心思常常拢会受诱惑，所以其实咱的本性中间，骄傲、贪心，甲无顺服，这点咱家己咧反省的时阵，就会当去理解。我感觉咱是基督徒，但是有时咱的行大所做，甲外口迷信的人嘛是共款。所以感谢主极大的恩典。咱伫礼拜日，咱还阁会当来到施恩座前，会当共同来敬拜，来阿罗主，来领受主的话。咱做伙来读这个诗第1节：上帝慈悲无穷无尽，恳求施恩，互我天父显明至大怜悯，撤销拢总罪过。我仍假实毋敢提示，心内忧闷反悔，逐项误会，主洗清气，赦我一尽无罪。第3节，主上帝，我有得罪你，伫你面前背逆，上帝审判实在公义，应该当谴责。第4节，父母生我性情败坏，本然污秽到极，诚实的心是你所爱，恳求互我知识。第5节，救主保惠，使我灵魂较被酸涩失地，我心痛痛，满心郁闷。求你，互我欢喜；我心痛痛，满心郁闷。求你，互我欢喜。第6节，擦灭我罪，无故责备，免受严严审判。创造心神一尽清气，性情定心归换。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，互咱有诚做日诚做新创造的人。所以要有这款心意更新和变化，我想是一定是逐日的灵修的生活，上帝的话，甲上帝的关系非常的亲密，才有可能。来，咱即摆来听琴来弹一遍。来，上帝慈悲无穷无尽，恳求施恩予我，天父明智大怜悯，撤销拢总罪过。小人假使毋敢提示，心内忧闷反悔，逐项误会主洗清气，赦我一尽无罪。主上帝，我有得罪你，
背言，上帝审判是在公义，应该当虔诚。不是我心境徘徊，本人无畏高见，诚实的心是你所爱，困求我的神，求主保卫生我灵魂。别生切切地，我心空听，我心无分，求你予我欢喜。差别我最无过这边，免受严严审判。创造心心意真清气，心真定心归我。好，咱过来第二首回应诗，圣诗603首，上帝最咱安全要塞，要塞的 fortress 就是堡垒啊。哦，最近我看电影看有2出，吼，就是这个 Fortress 堡垒。啊，这首歌的歌词甲迄个曲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做。啊，我看马丁路德的历史，应该咱2017年庆祝迄个宗教改革500年，哦。啊，马丁路德伊的立场就是反对教皇，教皇迄当伫罗马教皇非常的腐败，因透过一种迄个赎罪券，当然你会使用钱哦，去买讲你的迄个永远的性命得救赎罪，所以伊感觉这是足毋对的代志，所以伊伫少年的时阵，伊是威登堡大学。神学、哲学的博士，伊足勇敢，提出来改革。当然嘛是有人甲支持，但是伊受到足大的压力，所以伊对威登堡大学开始改革，伊有95条的迄个罪状拢甲打出去，辩论，到尾就对规个欧洲都拢各大的都市都拢产生即个宗教的改革，伊本身，伊嘛有翻译圣经，将罗马书甲加拉太书翻做德文，当可能圣经拢用拉丁文，伊嘛感觉性感嘛最要紧，所以嘛做足侪迄个写词甲作曲，这首歌就是伊上出名的圣诗，非常的庄严，敢若迄个战争，要去战争，要甲魔鬼相杀的这个诗。搁一个足趣味的，就是伊本身嘛就反对教皇讲即个首都修士单身啦，所以伊又娶一个修女，又结婚。第一个后生甲查某囝夭折，所以到尾有4个囝儿，但4个囝儿敢若一个第2个查甫的。甲上尾的查某囝活到成人，搁伊宗教改革成功以后，但是搁过下一代的时阵，搁开始就搁腐败，所以有形容讲，伫迄个时阵就敢若索多玛一样。所以伫教会迄个腐败改革以后，但是嘛毋是一直继续，伊嘛是会搁腐败。甲年终要破边震动的时候，要过身的时阵，伊伫伊的喙中直念一句经节，就足有名的经节。所以嘛是马丁路德伊的神学的立场，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。神爱世人，
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这款的上帝所使用的萝卜，伫这个咱的信用宗教的这个环境，反映产生足大的影响。这首诗咱应该珍惜，咱就来开始来唱。来，兄弟最难难转要塞，见过呀这个明白，橄榄困口别滚目睛，主被灿烂大地神，暗色滚浪兴起。可以增加给你，设立水人聪明，比我高难民间，救助灿烂大地神，啦啦我可家己定的。两必失败无利益，家在人主为人高赞，天被欢呼着向前，人主道的下人，耶稣基督一命。万军的主神行，一时都已无尽，高天地着大胜利。魔鬼虽然骗我世间，是月行又吞橄榄。那心主在错对面行，救主灿烂论荡漾，暗色滚浪恶动，生命是在向我，预备橄榄下代。告别已久未在，兄弟出下已久败。无啊嘛，咱练习到这。今日是建堂奉献主日，请大家备办心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奏乐。
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。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214首，圣诗214首，请起立。即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地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同性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日来受苦，定时个死埋葬，龙应府。会使灵伫世人中国活，像天当坐伫全能的地上帝大兵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各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三甲用启应文第一篇，请坐。三甲用启应文第一篇来应答上帝话。启应文第一篇，以色列啊，着注意听，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应允。以色列啊，着注意听。全心、全情、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。我今日命令恁遮的话，着记伫心内。无论伫厝内做，伫路里行，搁着绑伫手里做记号。着写伫厝的门徛。当心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全知全能的上帝，你是慈爱灵敏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听管
水电管真软弱，常常在犯罪。你游玩食力阮，看阮做宝贝。感谢你创造宇宙的一切，互阮会当伫即个世界生活，有通食，有通啉，有通穿，有通住，会当欣赏花草大自然，会当有逐款人甲动物作伴。你的创造的一切拢是遮尔啊水。你知阮每一个人的价值，手术互阮无共的才能，互阮伫即个世界逐角落做逐款的工作，使互阮智慧甲自由意志会当创造、研究、发展，互阮的生活愈来愈方便。但是阮伫即个愈来愈方便、步调愈来愈紧的世界，愈来愈无用。阮无用咧工作，无用咧安排工作了后甲朋友的聚会，无用咧安排假日的活动，却无时间甲你亲近，为你做工。阮无用咧要互别人看见阮有偌敖，阮有偌优秀，生活甲偌尔精彩，却无时间读经祈祷，搁较灵捌你。阮敢若是咧礼拜来甲教会，其他时间过甲教会基督徒共款的生活。阮却是只要有做礼拜有服侍，阮的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基督徒。阮无真正追求真理，嘛无较无明白你。安尼生活，互阮无小心就会甲法利赛人共款，因人外在的条件表现来评断人，伫追求外在条件甲成就的过程中迷失家己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使互阮智慧，互阮知，比起外在，你搁较看重阮的内在。阮的灵魂，阮甲你的关系，帮助阮学习凡事交托，无挖苦家己的聪明，专心仰望你，跟缀你，将疼人甲疼你看作是阮人生上重要的代志。互阮是对内心为你做工，是对内心为别人付出。帮助阮停止追求虚无的外表，互阮伫每一工所做的选择，拢是你所欢喜的，毋是为着互别人看见。嘛求圣神引带，互阮看到家己的软弱甲缺点，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互你塑造，愿意付出行动甲计划来改变。也互阮放下阮的自私甲骄傲，放下阮的重担，来跟缀你。阮知有你甲我同行，阮去甲倒做啥物代志，拢有你的引带甲保护，阮毋免惊。阮诚心排列以上的祈祷，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吟讲。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节到第13节。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节到第13节。迄时，天国要比平10个在世女亚人的顶出去迎迎子新囝婿，其中5个公的、5个知识的。公的亚人的顶无另外带油，独知识的亚人的顶另外带油伫因的器具内。新囝婿宴前就拢拄家坐咧困，半暝有大声叫讲：新囝婿来啦！恁出来治伊。迄时，遮个在世女拢起来修正因的顶，公的甲知识的讲。请将恁的油分管，因为管的顶要花啦。知识的应讲，行了恁管拢无够，较好去对卖的人家己买。去买时，新囝婿到，遐个便呢，甲因入婚姻的宴度，门就关。然后其有的伫在世女也来，讲主啊主啊，甲阮开。若是伊应讲，我实在甲恁讲。我毋捌恁，所以就丢伫，因为你毋知迄个日、迄个时。请陈美玲牧师讲道第8时，因此必办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火车还未自动化进前，有安尼一个故事：有一台车要过即个滨高道的时，无抓好迄个时间，就甲火车发生车祸。处理即件车祸的检察官就问即个滨高道的管理员讲：啊，当火车通过时，你敢有听到当当当当的声音？即个管理员肯定讲有。啊，你的栏杆敢有放落来？有。检察官佫问讲：啊，你敢有出力害你手头的迄个灯警告迄台车咧？当然啊，这是我习惯的动作。所以，即个检察官查无即个人有失职的所在，伊就离开。管理员转去处理，非常紧张，甲伊的太太报告即个审查的情形，然后望琴炮讲：哦，好佳在，即个检察官无问我，你的灯内面敢有油咧？兄弟姊妹，你的灯有油吗？咱可能投入真侪属灵的活动，但是咱无实际的成长。咱可能用主祷文祈祷几啊百摆、几啊千摆，但是无真正伫祈祷。无甲永外上帝有关系。咱每礼拜拢来教会聚会，但是咱的内心较无真实的敬拜。咱每一工伫抄写圣经，但是较无将上帝话行伫咱的骹。伫今仔日的教会，可能有真侪人是举一拍无油的灯。所以今仔日这10个在世女的故事。毋是叫咱去分辨，讲咱身躯边倒一个人是有另外加准备油的，倒一个人是愚戆无准备油的，这是无意义的。因为伫耶稣譬如内面的这个在世女，因有知识，也是愚戆，伫平常时是看袂出来的，一直爱到新郎宴前的迄天才会显明。这就互咱想着讲，进前咱嘛看过耶稣讲一个麦仔甲皮仔的比喻，嘛是安尼。这两项建造伫生长的时，咱看起来拢是共款的。所以主人无吩咐伊的奴仆，马上就将这个歹的皮甲扯起来，反倒互这两项做伙生长。但是，搁伫收割迄天，才将麦仔收入7仓。将即个歹的皮甲拔几把送入火堆。所以咱基督徒毋是做判官，咱无资格判人是上天堂，也是落地狱。做决定的是田的主人，也是今仔日经文内面的即个新郎。咱会当做的，就是看有耶稣伊讲的譬喻，甲耶稣的提醒，然后好好啊持守家己的信仰。伫经文一开始有讲，迄时就将即个故事甲24章结连起来。所以这2章，因虽然拢是伫讲天国，但是较进前耶稣伫描写天国生做怎样，
的经文是无共款的，因为24章、25章是伫讲将末的情形。将末就是耶稣第二届过来，但是耶稣第二届过来就无过是要拯救人啊！耶稣第二届的降临是要为着审判，也就是咱使徒圣经所讲的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耶稣过来，毋是互咱第二届的机会啊！所以咱伫现主时，咱就爱把握得救的机会，做正确的决定。然后敬请听候主耶稣会过来。但是，什么叫做敬请咧？敬请敢毋是讲莫困，还是就会当保持警醒咧？咱做过学生，咱拢知影，咱伫拼暝工伫读册、开夜车袂当困的时，较通常嘛是咱上爱困的时，可能一个无注意就会困去。所以，毋是莫困就会当保持警醒，警醒是咱爱做好准备。亲像即个譬如的时间点是发生一个真好困的时间，咱可能会感觉奇怪。婚宴的时，无论是新郎、新娘、来宾、斗相共的人，拢一定非常欢喜，无因来无因去，哪有人会困去咧？但是巴勒斯坦的婚礼，甲咱现代人的婚礼较无共款。咱现代人的婚礼，咱真注重迄个时间。但是当迄时，因的婚礼是全庄的大代志，所以大家一定会斗相共做伙来庆祝，甚至庆祝是一礼拜的时间。所以今仔日即个经文中间这10个在色女，咱也毋免用现代即个伴娘的理解来理解这个人。这十色女可能是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因的厝边。伫迄个无电火年代，暗时就是一片黑暗，啥物拢看无，就需要有遮个人用野火来做照明的工课。安尼，当即个新郎来带新娘的时，对远远的所在就会当看见火，即个新郎就会当真正确、真安全行到新娘的厝。然后，这十色女、这斗相共的人就会入去，甲这新、甲两对、这两个新人做伙伫遮做伙欢喜庆祝。但是，为什么这场婚礼会延长到半暝才会举行呢？因为因无亲像咱会规划讲啊，咱即马几点爱去带新娘，啊几点爱去到教会举行礼拜，啊几点爱去到饭店。因的新郎伫带新娘进前。这新郎的亲戚朋友会陪这个新郎行遍因的庄，接受所有的人的祝福。所以咱会当想象，当因接受所有的人的祝福了后，迄个时间一定是拖真久，嘛有可能已经是半暝啊。所以伫毋知影这个新郎到底伫时会来进行下面，伫遐迎姊的这在色女有可能会拄久休困一下，这非常自然。但是，当新郎甲伊的亲人朋友得要行到新娘的厝，因会大声喊讲：“新郎来啊，新郎来啊！”这在色女就应该爱调整因的火，行去路里来迎接这个新郎，然后所有人入去这个新娘的厝，伫遐做伙庆祝。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故事内面，这5个愚戆的在色女。因为无备办家的由，就失去甲这个新人做伙庆祝的欢喜。这段经文咱若是安尼读过去，咱若无加想，嘛就无问题啊。但是你若搁较深入去想，你会感觉真奇怪，为什么迄5个有知识、有加准备由的，竟然伫因的同伴需要帮衬的时，徛伫边仔看咧？因若会当分一寡油，安尼代志毋就是解决了吗？并且咱的圣经毋是教示咱讲，恁逐人无伫顾家己的事，嘛着顾别人的事吗？保罗毋是嘛安尼吩咐咱讲，恁逐人的重担着3角长，安尼来尽基督的法。面对今仔日这段经文，若是咱的囡仔，
若是咱的青少年，因听到安尼一个故事，因来问咱讲：这5个真自私，无要甲别人分享的，为什么耶稣佫学了因是知识的咧，是聪明的咧？因若肯帮赞迄5个无油的，安尼迄5个就毋免走去买油啊嘛。那咱的囡仔、咱的青少年听到即个故事，安尼问咱，咱要安怎回答咧？因若安尼问，咱会当回答因讲：无毋对，咱爱顾念其他人的事。但是这毋是耶稣伫即段经文的重点。一开始我有讲，即段经文是伫讲耶稣伊第二摆过来，所以甲腓立比书所讲的迄个团契的生活，甲加拉太书所讲的安怎挽回犯罪的兄弟姊妹是无共款的目的。所以伫遮嘛提醒咱看圣经袂当断章取义。咱也知影即段经文上文伫讲啥，下面的经文是伫讲啥。作者提起即段经文的背景是啥？安尼咱才袂乌白，而且引经据典。但是咱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即段经文嘛，非常有意思。这5个有加准备油的十色女，无甲另外5个无油的分享，这看起来真残忍，但是嘛好亲像是咱每一个人的人生。咱每一个人的人生中间，真侪时阵是无人会当替咱分担的。咱爱家己去面对咱每一个人生中间，咱爱面对的问题甲现实。举学生来做例，伫平常时同学之间会当分享因的笔记，会当互相解答迄个难题。但是伫考试的迄天，坐伫考场，就是你一个人爱面对迄场的考卷，你敢若会当写你家己的考卷，这无有啥物公平无公平的问题，嘛毋是有疼心无疼心的问题。伫迄时，家己爱点倒家己所备办的油，无人会当借伊的油互你。信仰嘛是共款，无人会当替另外一个人的信仰负责任。甚至你是几代的信徒，你祖先的信仰嘛无法度指引你，因为信仰是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。当耶稣过来迄日，无人会当将家己的油分互你。另外，这段经文嘛有一个无合理的所在，就是这5个去买油的查某囡仔，真辛苦，伫半暝啊真无简单找着卖油的，然后买。佮转来时，我发现家己互关伫迄个门外，因伫遐拍门喊讲：“主啊，主啊，甲阮开门！”但是伫门内面的声音传出来是一个真冷淡的回应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我毋捌恁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想看觅，会造成即个情形的人是啥？是新郎嘛？即个新郎若准时到。这十色女的油敢会用完咧？因点火是非常有经验的哦，因知影讲偌济油会当点偌久，所以因一定是计算好势。若毋是这个新郎因前，这十色女哪有需要走出去开买油咧？另外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这个人是来甲你的婚礼斗相共的呢，因嘛已经等遐尔久啊呢。敢袂当通融一下，甲因开一个门，互因入来，安尼就好啊吗？咱会感觉讲，即个主人真残忍，无讲人情。但是搁讲一届，即段经文毋是伫讲疼心，嘛毋是伫讲救赎。耶稣用即个经文，用即段譬喻，是伫讲伊要过来的情形。亲像迄10个十色女，虽然毋知影新郎伫时会到。但是其中5个是把握机会做好准备。虽然伫过程中间，因10个人拢困去，但是耶稣无责备因10个人困去，因为耶稣知影世间无一个人会永远踮伫属灵的高峰。耶稣知影咱拢有软弱、无气力的时，但是保持警醒。
备办好势的人，伫新郎一到的时，会对软弱的中间紧爬起来。所以虽然主要搁来的时间无人知影，主权在伫上帝，但是咱遮已经领受恩典的人，咱就爱保持警醒，备办好家己。所以咱感觉耶稣真有意思，伊讲即种真严肃的话题，或讲即种伊要搁来真严肃的话题，伊毋是用一个教义来讲，伊是用一个婚姻的宴席来讲，伊会搁来。但是非常奇怪，伫即个婚礼中间出现的人，只有是新郎甲遮在色女，啊新娘伫倒位咧？一场的婚礼，敢会当无新娘咧？咱来找新娘。但是咱先来看《以弗所书》第5章，有一段咱定定伫婚礼时会看见的经文，就是安尼讲。因为丈夫做妇人人的头，亲像基督做教会的头，也家己做全体的救主。总是教会顺服基督，妇人人凡事也着安尼顺服丈夫。做丈夫的，恁着疼妇人人，亲像基督疼教会。基督信仰会用教会甲耶稣的关系来讲丈夫甲太太的关系，用安尼来勉励夫妻三疼。三顺服，三牺牲，就亲像耶稣疼教会，耶稣为着教会牺牲共款。所以新娘伫倒位？新娘就是教会，教会是咱所有信徒的一个统称。但是今仔日的经文无提起即个整体的教会，无提起新娘，是用在色女一个10个在色女。来讲，咱每一个信徒，用安尼来强调，每一个信徒伫面对主要搁来临进前的迄段日子，咱爱用什么款的态度咧？咱爱用敬请、听候主搁来的态度来面对。关系耶稣搁来日子，这是2000年以来的基督徒拢伫听候的，拢伫等待的。亲像2000年前的彼得、约翰、保罗，因共款嘛，甲咱共款伫遐听候。但是2000年过去啊，今仔日即马是2022年10月23号上午的10点5分，耶稣还袂来。哎呀，你讲耶稣你失信，你讲话无算话，你无来嘛，我感觉足失望的。但是耶稣还袂来，是为着要操练咱信徒的忍耐。伊还袂来，是为着要听候罪人的悔改。所以，毋是耶稣失信，是伊互咱有机会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遮的在色女，咱敢有抓好咱的顶？顶就是咱的言行举止，咱敢有抓好咱的顶？伫即个黑暗的世界，为着要来主耶稣，即个新郎做好的见证，来迎接伊咧。其实迄5个无加备办油的即个在色女，就好亲像是咱每一个人的一面镜。因无准备油，可能是认为讲，哎呀，阮靠阮过去的经验。知影偌济油会当烧偌久的时间？阮以前参加的婚礼嘛，差不多是安尼的时间嘛。所以伫理性的方面，因认为讲，我毋免搁准备油啊，因为以前就是安尼。但是各位，咱的信仰袂当干那靠过去的经验，因为每一天咱拢有新的恩典，每一日咱甲上帝的关系拢是新的。拢是活泼的，所以咱袂当用咱的过去来定义明仔载的恩典。另外，无准备油，嘛有可能是笨蛋、便宜行事。因为我若爱加传油，我就爱加关一个管仔来底油，有够麻烦的。兄弟姊妹，咱服侍上帝的态度，敢嘛是安尼？
哎呀，读圣经吼，免遐尼认真啦。哎，服侍吼，免遐尼认真，凊彩做就好啊，会当交代就好啊。若是安尼的态度，减是伫回应24章45节主所问的问题，一嘴是尽忠智慧的奴仆啊。今仔日这段经文，搁一届提醒咱，伫主耶稣要来进前，咱遮领受恩典的人，毋是等地就好，毋是什么拢毋免做，咱爱追求咱属灵生命的进步。但是灵命毋是自动加值，咱家己爱去追求。你追求就爱付出时间，付出迄个代价，因为其他的人嘛无法度将油分互你。虽然伫追求信仰的过程，咱会感觉真野生，有当时也真软弱，会真失志，但是千万毋通坐伫遐，毋通毋愿意进前。毋通甲即个世界妥协，因为虽然耶稣伊当时会来，咱拢毋知，但是有一项是咱确定的，就是在世女这5位有知识、聪明的在世女，当因保持警醒，当因随时备办油，将因的灯来添满即个油的时，当即个新郎来的时。咱就会当甲主耶稣，搁入去坐伫迄个永远喜乐的迄个宴道内面，做伙伫遐享受。所以，望讲咱会当保持警醒，会当伫主耶稣搁要来的日子进前，咱每一个人都会当尽心、尽力、尽忠来做好咱的准备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用即个譬如来教导阮，祝阮爱保持警醒。虽然阮伫追求信仰的过程会软弱，阮每一个人的信仰过程嘛无永远伫高峰，但是主恳求你，互阮保持警醒，因为阮知当新郎来的迄日，阮是会当随时举灯来听候，也是阮悠远伫困的。主恳求你帮咱，互阮用你的话，用阮信仰团体彼此的提醒。彼此的代祷，互阮搁一届来经历你伫阮内面的迄种平安喜乐，帮助阮会当伫你来的日子进前，互阮会当保持行主你所欢喜的款式，互阮每一日会当做主你的见证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掀开旧报来读今日的经句，咱做伙来读2遍。所以就丢伫，因为你毋知迄个日、迄个时。马太福音25章13节。所以就丢伫，因为你毋知迄个日、迄个时。马太福音第3节来吟诗回应上帝话。圣诗603首，603首，请起立。
坐。奉献，请曾启阳执事、张慧执事、嘉兴长老、林中正长老、庆仁长老来负责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，请看周报。教会顶台顶新使者圣诞特刊，每份50块，要订的兄弟，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。上联团契顶10月26日早起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，要邀请王总会长老分享，请客友参加。请牧师补充报告。好，咱先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朋友，欢迎黄琼怡姊妹，以徐志豪传道的朋友，欢迎。好，遮几项代志报告，就是咱有迄个订即个新使者特刊，伊就是安尼型吼，是一个桌历，内面有一寡小故事，所以这会当送互微信的朋友真好的即个圣诞的礼物，吼，所以咱会当去下面登记。另外，咱的圣诞歌就是这是迄个教会公布的圣诞歌吼，伊内底是2地2地圣诞歌，所以咱嘛会当来登记来送互咱的朋友。另外，今仔日咱伫1楼，咱要迄个分迄个月历，吼，若兄弟姊妹有登记的，咱伫1楼分月历，摕月历。
另外，咱嘛有台北市政府甲即个中原大学因有合作吼，就是要来调查咱遮的长辈的即个健康的情形。所以等者咱会当落去吼，伫遐来做即个问卷。即个问卷真简单，敢若几题吼，你写你的资料几题。啊，你若无65岁，你会当替你厝里的65岁以上的长辈来写。啊，写了后吼，因会送一张迄个礼物卡，50块的礼物卡吼。这敢若是便利商店的礼物卡啥吼，所以咱等下去到1楼吼，会当伫遐来登记，伫遐来填写即个问卷，真简单，应该是1分钟内底就会当写完吼。咱等下当去1楼，咱只是咱来做伙来公道，咱为着世界，为着台湾，为着宣教师，为着新任的长职，互因伫11月27要来就任，嘛为着建堂的事工，为着华人的姊妹圣心甲慧芳，为着较近的兄弟，为着身躯欠安的。幸福兄、美容姐、民主姐、阿淑姐、阿卡姐、周雄兄、神武技师来富姐、慧玲姐、俊成兄、秋菊姐、邱玉姐、应轩、钟贵兄、秀恩姐、张老师、美兰姐、邓妈妈、龚基姐、陈其雄长老、怡礼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世珍兄、明理姐、谢平兄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佑庄兄、李雀老师。互咱嘛为着昨吼，伫咱的教会，也是伫即个婚宴会馆举行的这2对的青年，吼，一对是即个博雅甲燕纯，另外一对是秀娥的查某囝淑芳，吼，甲燕成因的结婚，吼，咱嘛恳求主保守这2个新的家庭，互咱开喙为着这个事来祈祷。感谢恁为着我，做一愿伫做伙伫遮，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做身躯欠安尼，长期伫厝里疗养的，恳求你保守，互因健康的身躯，恳求主你来互因带，互因健健来恢复健康。主啊，恳求你来保守较近的兄弟姊妹，主虽然因身躯欠安，总是主恳求你，互因伫好完一段期间，也健健恢复健康。咱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慧芳的圣心，为着怀孕的过程，互因甲因巴肚内囡仔拢会当真平安、真安全。也为着阮的新人的长职来祈祷，恳求主将你的异象放伫因的内面，互因也愿意做伙来为主来迎起教会，主恳求你帮助因，也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祈祷。无论阮伫做的遮社区事工、教育事工、敬拜事工，主恳求你当帮助，为着阮的建堂事工，恳求主你会当来引带，阮兄弟姊妹合一的心会当来应对。也为着阮的国家，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，主恳求你保守阮的国家面对威胁，但是互阮无惊吓。主恳求你会听临到即个阮一个小小的国家，主啊帮咱世界，特别伫乌克兰的战争，主恳求你也停止，互公义临到。也为着宣教师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遮个伫世界各国的宣教师，互因当真平安、真安全。主愿感谢你，互阮会当诚做集体，会当诚做教会，互相来分担，互相来代祷。阮大心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来代祷，有的长期伫厝里疗养复健，有的较紧，有的是内心忧愁，也是有的怀孕的姊妹。主恳求你保守遮兄弟姊妹，当因身躯软弱的时，恳求你加添气力。当因失去信心、软弱的时，也恳求你来勇壮因，甲因同在。主，阮也要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。主，阮看见即个世界真大的失去安尼特殊，真侪所在有战乱、有丧凶、有天气气候会变迁的问题。主也恳求你的怜悯，也恳求你的公义，会当亲像好降临伫全地。主恳求你的听伫阮的中间，伫即个人类真需要互相相听、互相帮助的时代，恳求你的神提醒阮。主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帮助阮的教会，无论是对外宣教的事工，阮伫学校、阮伫公园、阮伫教会内面，阮也有对囡仔到年长者的遮事工。主恳求你拢保守、帮助，互阮接触每一个人，拢会当体会到你的听。也恳求你帮助阮教会的建堂事工，互兄弟姊妹会当同心合意。主恳求你伫阮的中间引带阮，阮也为着即个世界各国伫遐做宣教、做服务，而且宣教师来祈祷，恳求主你保守因，
特别伫真济对敌基督的即个所在地区，非常的危险。主恳求你就帮助，互因甲因的家庭拢会当平安，也互因甲因所做的事工拢会当带领遐个人会当认捌你。主恳求你引带，阮也将兄弟姊妹新的一礼拜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主你引带阮，帮助阮。互阮每一日会当行出主你的旨意，互阮拢有健康的身躯、勇壮的心神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即是来吟信息第388首，信息第388首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的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